只有发情季的到来，才能让他们实现短暂的合拢。熊熊能讨得美人的欢心吗？哦，对，是这。哎，芦荟迎了上来。熊熊也向着芦荟，哦不，是向着食物跑去。约会的主题发生了偏移，芦荟生气了。公的好可怜哦。爱情就像雷雨前的天空，深不可测。约会瞬间变成了肉搏。西西，哪里？千金丧命，千金丧命啊！所有以干饭为目的来相亲的，都是耍流氓。熊熊失败了。成熟的雌性仓鼠每月都会发情，平均4天左右一次，而雄性仓鼠一旦成年，几乎每天都可以发情，所以芦荟还有许多选择余地。这是土豆，它看起来瘦小又朴实，穿的也是仓鼠圈里烂大街的野生色，但这样的颜色在野外非常有用。不过现在进了城，住进了人工大别墅，老祖宗的对手早就不见了。如果要说有什么天敌，这个可能有点危险。这个也不算什么威胁，只要待在专属空间里，就能实现平躺的生活。可是他渐渐长大了，一种原始的呼唤在心深处开始回荡，荷尔蒙告诉他，该去感受爱情了。于是，在这个雷雨的夜晚，他正式约会了芦荟。和熊熊相比，土豆的举动显得机灵又浪漫。虽然个头比芦荟小了一圈，但丝毫没有畏首畏尾的感觉。这样的自信真是加分项呢。芦荟欣然接受了。虽说爱情就像雷雨前的天空，深不可测，但它的发生也就是一瞬间的事。天雷勾动地火，鼠与鼠的连接水到渠成。